老婆你说呢？也不用告诉我，对你们做新娘了，做路呢，有些老婆个就吃的时候个是差不多。人家不要还被老好我不光把去救人呐，要把去路诶，这里到了那人呐，要把去把去找个印度头诶，给我做新娘。不要跑不多把主要的，不把主要的5年前一起，这些改革好些人家按照那个我们都明了都明了那些都有了，人家中啊，这种尽量上有那我政府就把我这一跑不偏偏我还偏不把主要的肉来，如果老是要大老人啊，不吃点安路的那是。我这个我主要是我这里有一个节，我的有一个皮拿，要个节拿的，呀，有一个大的，我好留拿，就把主要我这里，那些那几个早给的那是好了，我去把家早给的那嘛，我这个给把主要拿，那种我一早给。一早给就中午诶，不中午了，人家就家弄个对面没有生子了呢诶。我家只要不家老话家是我不注意说诶，我不得都早给人种不好留子诶，只要不家老嘛诶，家不种些的，只能种个老人了。我给就种都那就不叫种那些，不叫种那些家都在给，只要不家老啦，这如果一早给种的那诶。中国就直接比较中南中就直接都不是在给你们用的米的，为这里做不好的事，是要那点家老的，那不就直接是就也做给那个他，那有个给那个不走菜不去弄做给那不用给，哦，不去把它给你要不要加我们给。家工作监督给那个保证我都去做不对来，我做我把做都更高的，有晒不用我们家一顿得比说的那么都不见得说弄，我做的不接受，有的呢老师闹呢，老师闹嘞，我点我做的不接受家。他给那父母那家，是老那去到高的早给我，是老的，是老的到天老老的，早的路是的。屋里的父母的不是这个空个破瓦住的，空个破瓦住，空个不长得好留的。我家工长得好留，人家经常不家老家如果一个女小工长得好留是的，我一行下来，有些多。人家不讲长得好留的。今朝还给要长老的咯，不长嘛，那还给要长老的皮天，那长老的咯，那年轻生菜，那些我比动不长的，有些嘛都一嘛生活里头那个给你照顾怎么然后来计较了，计较不长老的嘛，那不能说别人不觉得这不能在咱们我里来不讨好，不把指望的路不你找不做到啊呀，你去包。去把这些的这里我就给里头从高里头这里我们的啥，我讨好不把之类我中国不去社会，你弄着别你不讨你不为了这个年头啊，那么多年了，哎，老人说了，你去帮我不去帮我这之类。我逃不出去了，都不对了，你爸爸跑了，这我就不去是，老婆到现在就是不用，老婆不把自己是，活到有差了，就是呗，我挣不到啊，能起码去路，能起码就是这样，就是逃不出。